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0个本土病例，高雄今仔日出现4个家庭群组感染，目前是找无感染源。另外，新北市4人家庭感染已经拖到个案的男朋友妈妈了。政府宣布讲要开放日本福岛核灾食品，地方政府也烦恼讲进口入来輻射量的检验无够量，不过关联会不会讲这量绝对有够。物件当咧起价，鹿港正出名的肉包起2块，另外国际上安福面的价钱也伫咧起，影响到装潢费用平均是起3成。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10个本土病例，44个带病入境。一寡本土病例当中有5个是伫咧居家隔离期间对阴性转做阳性的。另外，伫高雄也增加一个家庭群组感染案，有4个人感染，目前是找无感染源。也来讲到新北市的部分，伫今仔日有增加1名外籍移工，是伫咧开工采检的时阵验出阳性。目前这位外籍移工也未改骗暗号，初步估计要靠150个人登来做采检。指挥官陈时中强调，目前是还未看到过年了后疫情有加起来情形。不过，亲像日本、韩国、香港，因的病例拢是大大增加，但国内民众有关是爱小心细致就是。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拖，初到拜三新增加10例本土病例，包含桃园日1不流互相烧话新增加2例，台北市点点幼儿园互相烧话新增加3例。另外，新北市邦桥家庭互相烧话内底，一个确诊的妹妹查甫朋友老母也确诊。高雄市新增加1个家庭互相烧话，拄开始是因为10岁查甫囡仔按例1938有症状，就医采检确诊，后来发现2个表兄，也有表兄的女朋友也拢怀着。另外，新北市有1个外籍移工开工出现症状，采检确诊，感染源也调查也未立案号。因为他是移工哈，所以相关同宿舍的也都现在开始在做召回采检。有最近未少本土个案是伫特殊隔离，也是特殊检疫期间才确诊，但是中表示，这个案有可能伫确诊进前就阴转阳。伊进一步指出，Omicron传播力上强，就连防疫旅馆也可能发生互相烧话。对去年12月桃园爆发头一个防疫个旅馆互相烧话以来，即阵已经有8间防疫个旅馆发生互相烧话事件，有16个人该为本土的案例。这些相关如果被怀疑的，我们就会让他这个有些是整栋楼就不再收都清空，那有些是整层楼都清空，那不再收相关的个案。另外，11拜5就是高中及以下学校开学日子，因应这疫情，双北甲桃园县3县市订定一人若怀着全校停课14天的标准，但是中认为有一摆伤严格，应该要有配套的做法。是稍微严格了一点的哈，因为他这些人他也是要在采检嘛，那他停课到14天，会不会影响到学生的课业？那可能要跟教育部来做讨论。但市长强调，即种有4条感染源不明的传播链，互人烦恼，包含新北邦桥的家庭互相烧话、桃园大同公司翁仔某、高雄市家庭互相烧话，要新北市也未立案号的外籍移工个案。不过即阵无看到讲年后疫情有大爆发，不过邻近的日本、韩国、香港这病例大大增加，呼吁民众还是要真小心。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高雄，伫今仔日增加4个本土病例，其中2个是国小的学生囡仔。在政府调查了后，认定是讲伫咧过年期间家族做伙食饭才会感染到的，目前是找无感染源。而且这个家庭聚会伫2月初4有食到要食暗，计共29个人，目前拢爱扣起来隔离。另外讲到这拜5就是开学的日子咯，学校也当咧做大消毒。市政府也讲学校若准出现病例，就会随来停课。高雄期待世界各部矿场正伫咧消毒，崔北岸期待宣布停业1天。市府政绩是有确诊者的卡抓，高雄才1天零确诊，随国增加4例本土个案，其中2例伫咧读小学。初步疫调是过年家族团圆传染，验过感染源不明。看诊的时候也发现说，这个小朋友有这个。发烧、咳嗽的症状就立刻的给予快筛那快筛阳性。按1938年是10几岁查某囡仔，伫诊所快筛阳性了，接触者全部拢靠列采检，尾也发现包括伊在内有3个人确诊，有2个是10几岁查某囡仔，一位是20几岁男性，3个人2月初4家族团圆时阵伫房间内做伙耍，还有一位女性确诊者是因为甲确诊者食饭感染。以家族作为单位，在数个家庭的组成当中，那不管他来自何方，我想不会有遗漏的状况。相关的采检以及匡列都已进行，
好，那目前检出就是3位阳性。屏东县政府公布，按19380加按19401是一对情人。2月初1到初2，北去过屏东的邦山、恒春加潮州等乡镇，官府也开始做清消。甲因做伙，抑个另外一对情人确诊，也无暗号。这件家族群聚指标个案10几岁查甫囡仔，2月初4中昼暗时，两边参加爸母家族做伙食饭。市府总共考虑29人，而这么新增加病例内面有学生囡仔，是毋是影响开学？市府全面扩大校园的清消加隔板的检查。因果因为囡仔毋是伫咧上课期间感染，所以未延后开学。但是也强调，开学了，学校若出现确诊的个案，就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停课。记者综合报道。苗栗最近有增加2个本土病例，是2个囡仔伫过年期间登去桃园，因为家族内面有人确诊，落尾伫桃园居家隔离期间检出阳性，一对兄弟并无伫咧苗栗内面行大。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目前5条主要的传播链拢渐渐稳定落来，也是希望讲桃园地区会当无出现本土病例。环保局对学校做消毒，苗栗县新增加2位确诊个案。拢算是桃园日日物流的传播链。这2个小朋友因为爸爸妈妈跟2个小朋友都已经回到桃园了哈，那在桃园呢就从此被居家隔离。那在筛检过程里面被筛检出来，这2个小朋友呢是确诊的。苗栗县卫生局讲，这2例是9岁加12岁一对兄弟啊，顶个月27登记桃园过年，甲确诊的阿姑甲阿嬷有接触，因阿姑是桃园日日物流的员工。兄弟2个人初2被考列，伫咧桃园居家隔离，初7采检确诊。目前2兄弟收伫咧桃园的病院隔离治疗，这也跑破苗栗202天零确诊的记录。因过因相关的卡列拢无伫咧苗栗。他是原来住在苗栗，可是整体的疫情前后都跟苗栗无关，也请苗栗的乡亲安心。苗栗县政府已经完成个案伫咧公馆的徛街甲学校的清消，11会正常开学未受影响。因若桃园的疫情这么慢慢伫咧收煞，桃园市政府会互阿旭电脑甲日日物流分做2阶段复工。行政人员那么可以先行在这个不同的区域来恢复营运。那现场的作业人员要等前进指挥所确定没有风险，超过了14天。那么才能够营运。郑文灿讲，日日传播链伫咧初9新增加2例，是伫居家隔离期间确诊，算是外县市的个案。总体来讲，5条因为机场群聚案断开的传播链已经慢慢伫咧收。到即马为止，确诊的人数总共321人，除了尽量做到清零，社区采检站也会继续，也鼓励接护员陪4大人做疫苗，提高整体注射率。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昨宣布要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进口，不过也有连带条件，就是有一寡食品就要提供辐射检验加产地证明。目前食品的辐射量检测是地方抽检，佮再送到新北、台中、高雄集中检验。不过地方政府也烦恼讲，到时阵开放，这进口的量伤过济，会袂复检。关联会表示，全台湾有10间的检测中心，但是会当检验这物件量能是无问题。用手提辐射侦测器先扫描食物样本的外包装，确诊无污染了后，再去放入这个机器内底，就可以把它摆到这个机器里面。放入机器了后，开始检测食品样本当中是毋是有放射性物质碘131、铯134加铯137。规检测过程差不多是20分到30分钟。这是原能会核能研究所福岛食品改进进前专台差不多9成食品检验是毋是有放射性物质，拢送到这。每年差不多应检测1万件食物样本。行政院说，预估会增加8000到1万件的样本，建制的7部辐射增减器，那可以因应大概是35200件1年的检测量。目前国内检测食品当中放射性含量机构，台北有阳明交通大学，新北有台电放射实验室，甲新北市卫生局，桃园有核检所，新竹有清大，中部是由市辖署中区管理处负责。
南部有关联会辐射侦测中心，也有高雄市卫生局等应提供检验检测的服务，全台差不多有10个机关。各地方县市政府个别的市场端的一个检验抽样，这个可能就会不够。不过，台南市卫生局表示，未来辅导食品增加，希望地方能自主消化相关的食品检测。可能我们的检验需求量会增加，那目前我们也是积极的在规划，是不是要采购相关的检验设备？因为关联会实验所目前大部分处理在台湾的边境食物样本，虽然是减少增加检测设备，不过辅导食品都要开放，到时阵进口量增加，各地方需要抽验把关。通市长陈文灿也表示，桃园目前有一套辐射食品快速体检机，无排除增加更较侪仪器设备，协助消化食品的检测。记者综合报道。物件的起价钱变薄，也因为国际原物料对的起价，虽然平常时所食的点心也即马对的起落，亲像伫中华鹿港真出名卖肉包的店，即马也讲要起价啊。拄找好的肉包是芳公公，中华鹿港这间肉包店拄开门无偌久，就有袂少人起来交关。不过详细看菜单，介绍拢已经有换过。物价咧起价啊，起2块是有较济啦，一成啦。肉包对原本的20块起到22块，别项也拢起2块。鹿港几落间出名的包仔店，拢对2月初1开始起价。业者表示，去年底包括米粉等等的原物料拢已经起价，迄阵勉强也经会调。不过到今年初拢也是继续咧起，到当已经无法度家己吸收，才只好调整介绍起价。一直涨，然后厂商也不给你囤，因为他说缺货，每次来都是缺货，对，没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测说什么时候会稳定，也不知道。员工出档拢起有啦，起的时阵，进前咱是拢一直家己吸收啊。那另外一间老店阿金肉包，捌替员工加2改薪水，不过嘛是伫店门口公告。袂当原物料起价压力，按算伫即个月2日起价，店内有5项拢起2块。业者无奈表示，离顶一波起价已经有10档，即届起价实在是因为物价已经超过会当负担的范围。厂商说，那个农历年后，就每一包会再调整60到80。那你跟讲活鲜哦，我们这都是活鲜价了。我觉得可以。现在物价都涨，这才涨2块，合理。不少业者讲。原物料当中，以猪肉和米粉起上济，平均伫2成到4成左右，加上人力成本嘛增加，只好对咧起价。平民点心虽然看起来敢若起几箍，却也反映出物价总起，钱也对咧愈来愈无的现况。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进前新北市有一个家庭4个人染病，小妹先检出阳性。落尾伊的爸母大姊也来确诊，而且小妹男朋友的妈妈伫今仔日也确诊咯，目前也正在调查这个感染源。也因为这个爸爸甲大姊拢伫咧台北市上班，市政府甲这范围掠搁较宽，特别是大姊上班的迄层楼会当有500人做伙上班，加上讲迄间公司因的座位是无固定，这栋大楼也有真侪公司的办公室设伫遮，这市政府赶紧靠403人居家隔离，7000人来做采检。新北市一家4个人确诊，爸爸甲姐姐拢伫台北市上班，姐姐就伫信义区南山广庭大楼的企业掌信会计事务所工作。因为办公室应用达500人是共同工作空间无固定的会，规层只有一间便所，增加一条难度。办公大楼内底有真侪公司，包含有名药厂辉瑞、台湾亚马逊甲玉山银行等，进出共用电梯拢有传染风险。市府考虑工楼站员工403人居家隔离。规栋大楼7000人采检，爸爸是考虑这场4个人居家隔离，公司甲工作地点153人采检。没有办法确认他每一天接触到的是哪些人，所以我们是把他在2月5号、2月6号、2月7号3天上班的同仁跟打卡的记录来做比对。7000人我们都是希望他来做 PCR， 他们公司可能自己做快筛，但是我们希望他们都能来做 PCR。新北妇女伫台北上班，双北也公布行踪为初3到初7，去过麦当劳、长春店、便利商店，各在捷运往返港仔喙站、西门站、松山南京站、台北车站甲象山站，加去棒球新宝市场甲便利商店。新北一家4人群组感染，妹妹先采检阳性确诊了，爸爸甲姐姐陆续确诊，妹妹查某朋友妈妈也确诊，CT 值34，目前考虑24人居家隔离。查某朋友妈妈初4到初7捌去过
泰山甲新庄的便利商店、新庄的万团电信门市、火锅店甲家乐福超市。新增的案例是19385，它 CT 值就相对的高，它是34.3高，这还是属于我们目前感染源待厘清的个案。台北市初九增加一个本土个案，而估计期间阴泉乡甲松山区有离恒群组案有关系。1月2日，爸爸陪后生估计进行2个采检拢是阴性。2月7日估计期满，爸爸阴性，后生确诊，隔天爸爸也确诊，目前拢伫病院隔离中。到目前为止，松山有离恒群组感染已经有17人确诊。另外，冷性印刷电路板大厂嘉联益也证实厂内厂有1名女性移工确诊，累70个案已经扣了150人采。目前该公司已经停工，全部的工厂进行所有的清消。这移工做过一期疫苗，1月7日年假倒来上班，第一天出现发烧、头痛症状，PCR 阳性 CT 值14，工作场所已经有风险停工，伫第一时间大清消。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中正北路今日下晡发生工程的事故，桃园市捷运列线伫咧施工的时阵，吊车当咧拆这钢模的时阵，说是动头起，规台车就安尼淹落来啊！规台吊车淹落来了后，这10公尺长的吊手也煞咧落落来，撼到路边一台工程车，甚至佫这铁厝的闸户顶啊撼一个毛起。这阵意外加在是无人受伤。事故发生了后，现场停工封锁车道。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初步了解，可能是吊车的吊手通了伤过长，才会造成动头起，造成意外。目前先甲施工的厂商开罚单，事故原因也等咧调查。讲到伫咧疫情期间，大家拢是接洗手甲除酒精，有的人是用水雾机装利用化氯来做消毒。不过有家长向立委陈情讲这学校是用水雾机伫咧消毒，害因的囡仔伫3个月内治着肺炎2届。环保署表示讲会甲业者参详，加强警示的标语。教育部也答应讲会要求学校莫再使用。对相片会当看到囡仔伫咧上课时阵，教室内面的水雾机也伫咧放。烟锅喷出来利用化氯是会对人体呼吸道造成危害。有家长向立委陈情，讲囡仔长时间伫这种教学环境，3个月就得2遍肺炎。第1个月不到6天，我就发现有小孩子在流鼻血，然后很痒，就是你可以同时看到这个照片里面有好几个小朋友咳嗽、抓痒。不能够放在水雾机，那为什么会放在水雾机呢？这个部分呢，到底是谁在做这个管制？根据环保署的规定，利用化氯产品的使用方式有2种，一当直接免透水就摕来切，或者是用喷的消毒。不过是袂当用水雾机装利用化氯消毒剂。人体若吸到利用化氯，可能会引起目睭、鼻啊、脑，抑个呼吸道黏膜的刺激。要注意的是，网络顶有真侪卖利用化氯药剂送水雾机的行销手法。就连新北市长侯友宜伫咧视察长照机构时阵，也看到使用水雾消毒机器，错误的消毒方式，恐惊引起健康的疑虑。这个2氧化氯的消毒产品呢，并没有核准使用连续喷雾的雾化机，也可以跟业者在上把这个在标示上面呢，再增加一些警语。会可能一些幼儿园他们或是学校，他们对2氧化氯在刚开始的使用上面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可以用于喷雾。目前市面上卖水雾机加利用化氯的药剂，使用警语并无写袂当做伙使用。对此，环保署讲会甲业者沟通。教育部是讲会督导学校使用水雾机消毒的情形，以免搁发生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偏偏是出外人，大家互相体谅。去年8月，新北市警察局3重分局有一名细社警察去互指控讲，伊伫咧管区内面对路边一位当咧讲电话外接看护工大细声，要求义工就要提出拘留证，甚至佫甲义工用手铐甲人铐伫咧超商外面的椅仔顶，落尾伊甲人带转去派出所。经过调查了后，发现是一场误会，就无甲人回一礼，就甲这位义工再离开派出所，竟然甲人拼伫咧路边。专案经过新北地检署的侦办，依照剥削他人行动自由定罪，甲这名姓社警察提起公诉。检方调查发现讲，这个警察去调查的时阵，这个义工虽然无
当场把这个手机仔内面的身份证明文件摕出来。不过伊家己也讲，伊有住伫咧附近，而且有用手机仔敲电话互社工甲朋友，证明伊是合法的移工。这位警察部经过调查，就利用警察的权力，安尼死甲移工对待，涉嫌绑架他人行动自由定罪。检调也望请这个法院就要判刑判较重，上重有机会是关到7年6个月。讲到咱台湾的高面鹰是一级保育类动物，全台湾存无到500只。顶个月有人伫高雄的田里发现一只受伤的高面鹰，赶紧把这只鸟仔送到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收容中心，即摆也已经大大恢复啊，后礼拜就会当训练伊飞啊。高面鹰看起来胖个面真古锥，不过这只高面鹰是受伤，搭送来屏科大野生动物收容中心，因为伊是正面的膝骨骨折，惊伊伫治疗过程黑白当。工作人员爱甲伊麻醉翕伤了后，共时间抽血做镭射治疗，希望伊赶紧好起来。经过麻醉健康检查后，然后发现它是右侧的桡骨远端处有一个闭锁性的骨折。那在经过1个月的复健治疗，然后固定后，它的骨折处有开始慢慢的愈合，然后开始变得比较稳定。这只高面鹰其实是顶个月伫高雄一个产地，互人发现，才送来这治疗。加在经过1个月，复原的情形真好。经过1个月的固定修复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骨折处的地方也开始有一些骨愈合的产生。那在等待大概1、2周的时间后，我们就可以将它的包扎去做拆除，然后让它开始去训练飞行。高面鹰嘛是一种鸟头鸟，不过目前伫台湾的数量真少，估计才300-400只。收容中心嘛罕得治疗受伤的高面鹰，即摆伊真好运，互民间救援，健康了后就会当放线。记者邓家文赖伟做屏东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为着要解决全世界欠晶片，即马也为着要避免讲卖来挖靠美国和亚洲，后面拍算要家己来做，昨提出欧洲晶片法案，按算要投入大票1.4条，希望伫咧2030年进前，互欧洲生产的晶片伫全世界市占率会当加1成。提悬要到2成，嘛希望讲会当甲台积电来合作，甚至希望台积电去到后面设厂。根据欧盟车牌提出的晶片法案，办批要甲投入超过430亿欧元，合咱台票是1条3700亿。这个公共的民间投资，伊的目标设定伫咧西元2030年进前，要来大量提升欧盟生产的晶片伫咧全球的占有率。Right now we are at 9%. We want to go to 20% in 2030. In the European Chips Act, we are combining investment,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the necessary strategic partnerships to make Europe a leader in this market that is so important. 除了立即来提悬欧盟晶片的生产力，欧盟嘛来透过租税补贴甲这个政策松绑，欢迎其他国家的晶片厂来欧盟设厂，合作的对象包含美国、日本，还有台湾的台积电。晶片半导体因为这个新冠疫情，致使工厂停工，伊的供货出现真大的危机。欧洲的晶片伊正关注需要这个亚洲，也是讲美国的市场。疫情的期间，晶片有较欠缺，这对欧洲的经济复苏来造成严重的损伤。伫美国拜登政府今年1月提出的520亿美金的这个晶片生产计划了后，欧盟嘛急咧来入，伫这个晶片供应顶悬，想讲要来互家己有法度有够额。The pandemic has also painfully exposed the vulnerability of chips supply chains. You all know that the global shortage of chips has really slowed down our recovery. We have seen that whole production lines came to a standstill, for example, with cars. 因若伫欧盟徛伫咧龙头第一位的德国来讲，2021年因为这个晶片全球有较欠。德国汽车产量下降到40年来上低，伊的经济成长率嘛敢若有2.7%。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最近，立陶宛受到中国罗西亚的打压，英国首相强森车杯有和立陶宛总理见面，表达对立陶宛的支持，而且也谴责中国使用经济手段做报复。在这个时阵，立陶宛外交部长要去拜访澳洲，也和澳洲的外交部长会面。澳洲政府强调会和理念相外的国家合作，做伙来对抗中国。
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伫七八去伦敦唐宁街集会，甲英国首相强生会面。最近面对中国甲俄罗斯两大强权打压，英国也表态支持立陶宛，同时强调两国关系密切。We want to make clear that we support you when it comes to the immigration issues in Belarus and all the questions that we're now facing. Yeah, quite many challenges. COVID seems like a side dish. It does. 自从咱以台湾为名伫立陶宛设代表处，中国对立陶宛伫经贸方面渐渐刁难，为要互商品通关拒绝进口申请，甚至是欧盟企业供应链按移除立陶宛产品，针对其实行的贸易行为，欧盟伫1月底伫 WTO 对中國提起訴限，英美澳3國要求以第三方身份加入磋商定數。I very much welcome Australia joining the consultations that were started by EU in WTO. And I think we need to remind countries like China or any other country that would wish to use trade as a weapon, that the like-minded countries across the globe, that they have tools. 立陶宛外長甲澳洲外長會面，兩國建交31年，立陶宛伫坎培拉設駐澳大使館，要加強合作對抗中國，同時強調會利用工具甲法規，阻擋來自維權的政治經濟壓力。The more that we are able to share our views and to articulate our views together, as we are doing today, the more I think we are sending the strongest possible message about our rejection of coercion and our rejection of authoritarianism. 過去澳洲也不第人權議題批評中國和兩國關係惡化，中國針對澳洲查考牛肉、塗炭甲紅酒發動抵制，叫有關稅設貿易障礙，和澳洲出口商損失8億美金。公司新聞王碧文評價。在2020年，咱台灣和非洲的國家索馬里蘭互相設代表處，昨暗索馬里蘭的外交部長帶團來到台灣訪問，再去有和總統蔡英文見面，伊嘛感謝台灣援助因15萬棟的高端預防車，嘛希望講這未來兩個國家會當加強合作。總統蔡英文嘛邀請對方的總統有機會再來台灣拜訪。Our relation characterizes a special and histo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hampions of democracies in Africa and Asia. 俄羅雙邊關係有歷史意義，台灣甲非洲國家索馬里蘭自2019年互設代表處，索馬里蘭外長瑞格薩7月率領財政、確保國家發展總共4位部長來訪問。7、9早起總統蔡英文接見，瑞格薩是強調，想要組織大小關係發展的措施，是對區域和平甲穩定無幫助。Somaliland's right to engage in peaceful and friendly foreign relations with all other nations is enshrined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all coercive or threatening measures to deny such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partners not only represent affronts to the principle. 瑞格薩表示，索馬里蘭伫石油、天然氣、煤炭頂懸有真濟外國投資的實力，歡迎台灣大型企業甲索馬里蘭進行貿易甲投資活動，也感謝台灣進行援助15萬劑國產疫苗，這是台灣援外首例。總統蔡英文也回應，希望互相協作的精神甲新的循環應繼續落去。去年台灣疫情嚴峻的時候，在疫苗取得上，我們也獲得其他國家的支持。我們希望相互協助的精神善的循環能夠繼續持續下去。蔡英文強調，索馬里蘭是台灣在東非地區拓展非洲計劃重要據點，未來歡迎索馬里蘭總統必須訪問台灣，和兩國關係更加深化。大小兩國雖然無正式建交，不過外交部已經在大門頭前升起索馬里蘭的國旗，爭做鎖國時準友邦的地位。記者綜合報道。仁愛海草大這公投案伫去年底無通過，不過這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是做到外海的方案繼續伫咧推動。下晡伫環保署進行第三屆專案小組審查，有環評委員質疑講開發案會造成土沙甲海草大砍掉咧。經過8到3點鐘的討論，案件修正通過，初審過關了後，該送到環評大會做確認。仁愛海草大公投案去年底被法官3接外殺方案，一路閣佇咧環保署進行環評審查，已經參加過第3遍的會議，當地里長正不滿審查攏無進展，希望環評委員較有氣魄的。你們一定要拿出你們勇氣，
给他通过，到现在你们还不能，也不表白，还在迂回鸡蛋里挑骨头。虽然外萨有缩小规模，强调袂恶袂短，但我环保团体认为，敢若讲无效，要求爱有实质的宽明的承诺，若是违反就要停止开发。如果中油有违反不浚挖、不造地、不破坏生态的一个公投承诺，我们认为应该要拆堤还海这样的一个情形，来载明载还说书。虽然中油强调，透过海化地形变迁模拟，会让看到外侧方案会好顿的沙减少，但阁有环评委员质疑，资料显示漂流沙会增加，同时政府的监测资料也证实这项推测。对藻礁影响最大，所以我就怕这个逐渐增加，一直增加下去，然后你的凸体又起来的时候，增加下去，这个藻礁会被毁掉。在要加3点钟的讨论了，专案小组建议外侧方案修正通过，因果要求中油要补充所刷的资料，说明外侧对九万港 CG3区要个关心海草带的影响，也要求研究敦沙减轻措施。在初审过关了，外侧案也该上环评大会确认。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台湾灯会伫高雄举办，为着要避免人定定车坐人客，市政府甲这画布营灯区4块里的停车格全部付掉，禁止停车。不过，住伫附近的民众也怨叹讲，要登去处理爱行真远，生活受到真大影响。那正当着这民众咧，只看花灯无守规矩，搁乱停车，看到是规北都会。惠伫高雄市3道1路县顶沿线路边停车格拢封画条，行无几路，嘛当看到告示牌提醒民众禁止临停，因为边仔就是台湾灯会画武营灯会区，避免着临调，影响着交通。周边的停车格先来涂销，嘛互民众抱怨要倒去厝内，就要行搁较远，甚至有奥多摆入去社区，影响着因的进出。车子哦，多多少少吧，好。加减啊有啦，加减啊一定会加较济啦。常常我们都要一直绕出去外面才能够，就要牵比较远啊，因为这里的住户这样子每天要进出。这届台湾灯会有袂少话题，亲像是这个重200公斤的作品。逐天下晡5点半，民众会当做伙讨伫咧草馆顶来看天空。你是会当看灯会，邻近的客家讲灯会以来，确实真侪人黑白停车，影响着因的进出。希望市府协助。市府表示，这停车格等灯会结束了后就会复原，涂销进程嘛有甲地方开花过。奥多摆部分嘛有规划4000架的大型停车场，互民众来停。针对路段路口的地方，我们会在增设牌面来告示。那同时在灯会的开灯之后的时间，我们会加派警力来劝导民众不要停到社区的空间区。市府交通局表示，9号下晡等于现场会勘，除了要检视原有的规划，嘛会请警方伫人潮较侪的时阵，加派伫人力处地。若是有需要增加告示牌，嘛会一并来增加。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这礼拜5，高中以下学校就特别开学啊！为着防疫，各县市拢开始进行校园消毒。亲像新竹市是派环保局的警员去到校园内面进行公共空间的消毒，按算开学进程会完成全市69间学校的消毒工作。清洁人员派器材来回转药啊消毒。这礼拜特别开学啊，面对疫情，学校唔敢课室。开始进行校园环境清洁消毒。校长讲，针对开学迄天，学校嘛已经做好各项的防疫规划。开学之前的话，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会回到学校来做，就是备课的一个动作之外，还要就是整个校园环境里面做一个清洁跟打扫的部分。目前我们学校有33台的额温机，还有1台的温控仪，那再来还有20台的手部消毒感温器，还有就是有20台的蓝光喷雾器。新竹市长林志坚也来到校园关心开学前的消毒工作，另外佫提醒家长做好家己家厝内囡仔的健康管理，严格的来把关。那么只要有一个孩子确诊哦，那我们全校就会停课14天哦。那借由加强防疫的规范，防疫的这个及早的准备哦，那我们都希望能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教育处也要求学校确认防疫物资的数量，各老师第2档疫苗预防下的状况，确保校园环境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
去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时代革命》记录示威者翻送中的点点滴滴。这个月25正式要伫咧台湾的电影院卖票播送。目前全世界也只有台湾是透过电影院伫咧播送。导演周冠威表示，希望大家就要珍惜这份自由，也尊敬抗争者对抗政府的勇气。槍啊！佢掹槍！喂！一個22歲嘅大學生要着住件避彈衣。街路頂嘅唱聲不斷，捌是亞洲上繁華嘅城市香港。2019年因為反對倒還條例修訂草案，轉成做對抗獨裁統治嘅戰場。這出要3點鐘久，真實記錄香港人安怎用肉體當槍支，甲政府拼命嘅紀錄片，號做《時代革命》，是導演周冠威用當怪時間秘密完成嘅作品。想真係去貼近每一個抗爭者嘅內心世界。當然，我都希望見到勇氣。我準備咗有最壞嘅可能，但係而家呢一刻，我要享受。珍惜呢一個嘅自由。導演希望傳達抗爭者嘅勇氣，也講會珍惜現處時嘅自由。針對這個月下旬，台灣電影院就會以商業性放送，也正做全球唯一播送翻送中紀錄片嘅國家。導演是表示感謝，不過學者表示講，這定就會引起中國不滿。我相信是安尼啦，中央伊想要甲咱主動啦，但是我想是擋袂掉啦。雖然伊真強硬，哪有可能？會主動到這個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的人民，想要看這部電影咧，迄是無可能嘅代志。在台灣只不過是一個開始而已啦。時代革命去年唔但摕到金馬獎嘅最佳紀錄片，佮佇咧坎城影展播送過。導演期待這出香港人嘅作品，會當提醒所有愛護民主嘅人，愛珍惜也愛堅持落去。記者阿敏真曾派文台北報道。伫咧台南南華有一位對代替退休的站長，伊用家己的土地做公園，種出50多種的玫瑰花，也種出興趣啊，毋但家己接機，佫會當量產。本地是做義牛爾，卻是愈種愈專業。放眼看去，攏是無共色彩的玫瑰，而且內瓜攏無像圍免費觀賞。伫台南南華就有一位自代替退休的站長，甲家己的地劈做公園，成功研究出50多種的玫瑰花，也吸引真濟遊客來參觀看水。咱這樹玫瑰吼，就是攏人在平原，咱呢，我們眼光的視覺看過去啊，平行，因為你啊像個地價無共款，這樹玫瑰的特色就是安尼，一支，一起。一起起，一幫開了很多朵。經過呂宗良不斷研究，原本只是退休培養的興趣，現在佫進一步甲玫瑰花接機，種佇咧樹莓叢頂懸，互玫瑰枝的懸度甲開花的數量攏大大增加，甚至佫接到花店來參詳合作。因為薔薇它的那個特性伊就是講比較野性，因為薔薇離迄種山坡地，它比較野性，它伊咧開金沙咧大，比較那個比較較好你看像這樹玫瑰，這樣就很漂亮。只要講到玫瑰，就滿腹嘅熱情。呂宗良表示，伊種玫瑰本地就唔是要賺錢，上大嘅願望就是希望互偏鄉嘅社區擱再熱絡起來，帶動在地產業甲觀光。記者綜合報道。伫咧南投嘅民間鄉有一位少年農民，伊頭一屆去參加全國嘅當片仔地比賽，就共摕到2個獎回來。那鼓勵伊繼續留佇故鄉，賣當實現少年人想要回鄉嘅夢想。種地做地未覺濟，真濟少年人攏無願意學。南投有一位少年農民陳建中，去年頭一屆參加全國當片仔地比賽，就摕到2個獎項。原來陳建中的爸爸是全國10大傑出農民新農獎的得主。陳建中大學畢業了後，就返來故鄉做地。這次得獎就是蠻意料之外，因為第一次參加東拼就得了2個獎項哈。然後這次的獎項，然後對我是有很大的鼓勵，因為會讓我繼續的鑽研、繼續的進步，讓我繼續推廣以茶文化。然後除了學傳統的做地工藝，陳建中嘛希望結合少年人的手法，研發出一寡有特殊香氣的地米，開發新的創意和銷路。跟着爸爸一起學習他的傳統的一些工藝的技術，然後讓我用自己的想法繼續鑽研，然後繼續用我自己的
特色茶去推广民间乡的茶叶这样。民间茶的产量也是占全国最多的地方，所以年轻人回来的时候，其实是技术如果能够有办法传承下去，这个产业对年轻下一代它是有很好的帮助。真侪菜色甲果子经过少年人的创意，有新的品种，开发出新的销路。民间乡农会望利用辅导机制，请更较侪少年人回乡，互民间的茶产业会当搁再请赢起来。记者综合报道。Apple 公司表示，未来 iPhone 唔但会当使用伫行动支付，今年搁再推出收钱的功能，会互美国的企业甲店家会当直接用 iPhone 来感应各种所谓支包啊、甲信用卡，唔免搁再装第三方支付业者的硬体设备啊。过去买物件用行动支付，大部分爱伫柜台感应第三方支付业者的终端设备。即马苹果一个介入这领域，设备宣示要推出 Tap to Pay， 轻轻卡者都有支付的功能，将 iPhone 化身做行动收金机。未来美国企业甲店头直接用 iPhone， 互顾客感应各种行动支付，甚至信用卡甲签销金融卡，免另外买硬体设备等收钱，按算今年对上路。What Apple has done is it's using the same chip that it uses to send payments to now accept payments. 2014年，苹果推出 Apple Pay iPhone 的行动支付功能已经真普遍。新的收支系统同款使用近距离无线通信 NFC 的技术。苹果强调，公司未知影支付一切过程运输安全无问题。这项改变更较简单，省去硬体终端设备费用，会影响全美数百万大小企业，互苹果有真大竞争优势。消息一出来，支付平台布拉克股价就大落。The payment industry is dominated by Square, which makes a little dongle that goes into an iPhone or an Android device. But those all require hardware. This may make an entire class of hardware obsolete. 苹果讲，支付平台 Stripe 甲电商 Shopify 今年春天会先向美国企业客户提供 Tap to Pay 支付服务，其他平台也对咧做。不过，苹果并不是第一个将各家手机正做收款终端的公司。南韩三星早伫2019年10月都已经推出同款的服务。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天气。讲到明仔载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地区会较凉快，其他所在早暗也会较凉冷。台湾北部、东半部加马祖会落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若拜五六甲的时阵，这东北季风开始减弱，这气温是会略略回升。若礼拜时阵，因为风面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半部、南部地区会落阵雨。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5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对14度到24度，嘉义到屏东对15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8度，一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